学，好吗？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会当看到大家。咱真注重要来到上帝三更，所以透早就来到遮，感谢主吼。好，咱伫要做礼拜进前，咱提先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感谢你，伫礼拜日的清早，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这是阮何等的福气，阮会当进入到这至圣所，会当甲主你来相拄。主，阮感谢你，过去逐日的引带、甲带领，
互阮逐日拢会当享受到主你赏赐阮的恩典。阮知主你无应允，逐日拢是好天，拢无风无雨，总是主你应允。主你要甲阮三到伫地，无论阮徛起伫什物款的环境中间，主你拢甲阮三到同行。伫阮生活中，阮知阮难免拄着侪侪世上的一切艰苦、烦恼，也是病痛。主，阮拢要将阮遮的重担交伫主你的手中，因为主你讲，既若背重担的人来到你面头前，你就要互阮安息。所以，阮进入着主你的内面，阮要到三甲日，甲主你做伙，会当享受主你赏赐阮的安息，甲即个平安，互阮会当将你的话语来进入伫阮的心中，互阮的生活，互阮的性命无看到世上遮的阻挡阮的遮的一切艰苦艰难，阮拢要将遮的来投放伫主你的内面。主，阮真感谢，伫今仔日早起，阮会当三甲伫遮聚集，互阮会当同心来遮来敬拜主你，阮要来学乐主你，愿阮所有的服侍，拢要恭恭敬敬来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带领阮今仔日的敬拜。阮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兄姐平安。咱即摆要来串联诗歌吼，第一首是圣诗223首，徛起至悬稳密所在。好啊，我先来介绍一下。今仔日咱要吟即首的诗吼，即首诗是杨树勇牧师伫1964年照诗篇91篇所写的。歌词讲起，凡若倚靠上帝的人，要得到伊的保护、看顾甲平安。啊，即首的旋律是采用2021年的威尔斯鼓旋律，到今已经流传400多冬。旋律稳重安定，有适合来表达上帝做咱永远的避难所。咱吟唱的时，拢会当放心交托主，经历伊的同在。好，即个歌词有第1节到第7节，咱第1节咱斗阵来读，请。迄人踮伫全能应允，地台也是地台拢会使应允好来，第2节搁斗阵来读。第2节是伊做我搁也做我就是做好。第3节咱请兄弟来读。你无害安尼第4节咱请姊妹来读。
第50，请兄弟。第60，请姊妹。达着照，嘿。第70，咱斗阵来读。你若求叫，伊就应允，赐你尊贵名分，嘿，嘿。危急的时，甲你同在，互你平安自在。好，咱来唱第109、第40就好。徛起一关，稳把所在。地主安全地带，伊人踮伫全灵，伊毋平安，福气孤岛。第40，我要讲起主怜有的，伊做我的山寨。第30，伊要求你脱离罗网，到闪魂的苦痛，伊的心是做你顶拜，是我爱你无害。第40，已经起水。咱搁来献着圣诗623首。透到天堂永活所在，好。啊，这首诗，吼，的歌词是出于152年的养心神诗，吼，毋知是毋是安尼念吼？养心神诗是早期华人教会真宝贵的圣诗。啊，伊的内容是根据马太福音7章，吼，第7章14节，鼓励咱行出主所指示的窄门。吼，虽然路会较艰苦，总是通着永远的性命。吼，啊，即个旋律是美国的圣诗作曲家 Lowell Mason 所写的。吼，伊对教会音乐甲音乐教育有真大的贡献。即首旋律简单悠远，真受正教会的听惜。愿咱唱即首诗的时，会当忠心搁立志，吼，紧紧来跟对耶稣，行天国的道路。好，啊，即首诗有5节，吼，咱嘛共款来读一解好啊，吼。第1节，咱斗阵来读。透到天堂永活所在，这门这路话别爱。门内路上无真多人，爱入艰难，少行到重。吼，过来斗阵读。爱甲天堂需要着离，搁着谨慎喙目甲字耳，拢照法度约束七情，无得错误。第3节，无得贪财君运不起。无得害人利益家己，的确毋通讲白贼话，无冤是大，无道是细，嘿。
第4节，骄傲的心着变谦卑，听别人亲像家己，着来服侍真我上帝，着靠耶稣背十字架。第5节，讨开咱人常常软弱，爱行天路溃力袂足，恳求上帝赐落信心，赞咱去行好事到真好。咱来唱第1到第3节。头到天堂，永我所在，这梦这路，微微悲哀，梦来路上，无真多人，爱入艰难，就行到通，爱到天堂，需要着你，顾着真心。水饱甲鱼，大项所做，拢照法度，约束痴情，无得错误，无得贪财，紧阮无去，无得害人，利了家己，只靠论通讲要擦过。无怨是大，无多是小。即句是无怨是大，无道是细，安尼好。好，咱今仔日的这团练的诗歌就到这。好，咱闭班心来进入礼拜。全地堂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屯的羊。咱即时来吟圣诗第223首，徛起至悬一目所在。徛起至悬一目所在，伫主安全地带，迄人踮伫全然应允，平安福气久长。
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地地观音马所在，地主安全地台，地人点地传灵音意，平安福气如灯。我要讲起主嘞母的伊做我的山者，搁也做我的避难所，永远互我活。伊要求你传你落梦，中将阮越孤单。伊的心是做你顶办，是苦啊你无限。暗暝经尽虽然通行，你也拢免惊惊。你是地陪的一里海，我可上帝无限。伫黑暗中，阮月流行，心中安然平静。你道路真可人是无，你也袂得烦恼。伊要为你分好暑假，保你路途好行。因手你保好疼惜，你较无担得着。你若求叫伊就应允，如你尊贵名分。今个时甲你同在，互你平安自在。请坐。咱即是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做咱的祈祷，请。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做伙来启用，咱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22篇，就是诗篇第95篇。咱做伙来启用。来啊，咱来唱歌而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这是咱三角来祈祷。只愿永后的爸上帝，愿你的性命得到高举；永远的爸上帝，愿所有的荣光拢归乎你。阮为阮过去一礼拜所拄着的代志，无论是欢喜、快乐，也是忧伤、痛苦，伫你的保守，阮会当平安过日子。阮献上阮的感谢，
因为阮深信你拢伫阮的身边，引带陪伴阮。阮谦卑来仰望你，因为阮知阮的能力无够野，伫阮无用的生活中，随时拢需要圣神来帮衬。阮将阮每一个所做的决定，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也爱有信心来倚靠你，愿意顺服接受你所赐的任何结果。因为阮知天下万事拢是被上帝你来掌管，万项事拢有稳定的记号。你会照逐人的计划来带领，你的旨意一定是上美好的。求主来帮助阮每一个人。你和传道书甲伊林传道娘已经完成伫文山教会的阶段性的服侍，因要前往高雄灵源教会，继续为建造上帝国来奋斗拍拼。真是感谢因这几年来的辛劳付出，恳求上主带领因头前的路程。伫牧养信徒的过程中，互因有对你遐来满满的智慧甲气力，来赢过所有的挑战甲困难。保守看顾因所做的一切，因手所做的工，求主来坚固。伫阮中间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的，求主来医治；心内有烦恼的，求主亲自来安慰。阮将遮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看一个圣经节，记载伫腓立比书3章第7节到11节，伫新约圣经第227面。咱做伙来看。若是并属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也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得到基督来长长点伫伊，毋是有家己的伊出伫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伊。上帝为着信所赏赐的，互我捌伊，甲伊搁我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会直通到伫迄个对世人中的搁我。以上。这是献诗，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是《夜幕看主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
讲道，今仔要请本堂的课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亏损的原因。亏损的原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伫小树湾有温暖的太阳。这礼拜，阮嘛伫你的恩典中间，阮经历侪你的疼痛。这时刻，阮阁来到你的面前，自责来敬拜阿罗你。愿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助，愿信心运行伫阮中间，互阮明白你的话语，互阮行伫你的旨意。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愿主亲身引带，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过去应该阁一个月啦，吼，一个月，我毋知大家有发现一件代志无？就是咱的即个经济方面，特别迄个股票市场，是毋是一下称足悬呢？一下阁降足低？我拜五吼，我阁看一下，你知拜五安怎？一片绿油油。总是当着即种真大的变动的过程中间，咱台湾游园伫即个中间受到一寡影响。侪投资的人，因有赚嘛有了。咱讲了的是安怎？迄个看到咱迄个数字吼，价金铺的数字安怎减少？若有赚的就会较济。总是赚的，敢真正是赚的吗？也是即个赚的中间嘛有迄个损失伫的呢？我想要用什么角度来看即个代志？那呢，咱就要去探讨，即个真正亏损的原因到底是甚物呢？我想伫咱的日常中间，咱有侪的迄种损失的即种经验，有无？我想一定有啦。比如讲菜市啊，咱行过，咱伫第二担、第三担买到一项物件，哦，即个菜感觉买了就有价值咧，结果行2步，哇！伊说减100块呢，我了着啊呢。我想咱拢有一款的经验，买到较贵的，也是买到迄种品质较无好的，也是咱常常咧讲迄种 CP 值无悬的。我想当咱去买到即种的情形的时阵，你的心情是安怎？啊，后摆知我加行2步再搁看卖。我想无论安怎，互咱人的经验来看。这种外在的影响，其实对咱的生活其实拢无讲介大。真正互人感觉会了着的这种的，是咱心内的感受。所以今仔日保罗咧讲，这种损失亏损到底是讲什么款的损失呢？当保罗咧传讲信息的时阵，一定定咧强调讲，除了耶稣基督。甲伊死伫十字架顶的信息以外，伊拢无要讲。保罗上主要的原因要互大家知，若是有其他会当拯救的方法，那呢，咱就无需要耶稣基督啊。所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的道路，所以保罗才会真专心去传讲福音的信息。保罗咧传讲的过程中间，咱若对使徒行传会当了解，伊互人迫害、坐伫监里，其实保罗伊拢无一句怨言伫个，迄是因为伊伫大马色的路程顶面有一段生命的经历，伊原本是迫害迫害军队耶稣的遮个经学士，伊伫即个时期的转变，互伊成做建立教会的开拓者，热心传扬福音的工作者。所以保罗伊即种真大的转变，互遐保守的犹太教的人无法度接纳伊，特别是过去甲伊做伙咧迫害基督徒的遮犹太人，犹安尼是安尼。但是咱看到保罗已经致意咧看顾、咧关心伊所建立遮的教会。
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保罗伊写予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讲，有人咧讲保罗咧骗信徒的钱财，咧占因的便宜，这拢互保罗感觉真受气。但是，这外来的攻击，拢无互保罗失去对福音传扬的这个热情伫个，伊更较坚定要为着福音付出伊的一切。所以，咱对于腓立比书的第1章、第2章，咱会当看到，保罗爱腓立比教会伫主的内面有喜乐。保罗安尼讲，是因为伫腓立比教会中间，伊发现有一群毋是真正对上帝唯一来的人，咧讲遮的福音。伊讲遮的人所讲的，拢是一寡白贼话。即款的人会造成伫教会内面有一寡纷争之地，所以保罗爱腓立比教会信徒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只有安尼，才有法度互即间教会，也是讲信仰团体会当组织做伙，袂因为别人的言语扰乱造谣，甲因挑拨离间，互信仰团体无法度对信仰内面去见证主耶稣基督。所以腓立比教会，伊无毋茫因的内部出现一寡纷争，所以一届搁一届咧甲因讲。保罗真明确伫经文中间，伊讲爱提防一寡做歹的人，也是结党分派的人，抑佫有一种是要坚持挂家己身躯的人。伊讲这人定定去造成教会内面的纷争。保罗要讲的，甲迫害、损害家己身躯的，其实这甲犹太人的割礼是无共款的。即种人，哪亲像伫列王记上卷18章28节内底讲的，遐个巴力的先知，为着要祈求因的神对天顶降火落来，所以因只好用刀来伤害家己的身体。保罗讲，这毋是上帝所喜爱，因为这个人敢若咧表示家己真敬虔、真清气。所以咧学犹太人去行即种敢若割礼的即种的受法，伊讲这是无必要的。保罗真清楚要讲的是，受割礼毋是得救唯一的方法，因为外表受割礼，内心无改变过来，安尼亲像互家己接受割礼，是日常生活中敢若一件代志尔，这袂互人成做一个新。佮创上帝新创造的人，所以保罗要特别强调的是，真正咧受割礼的人，是完全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对内心中间真实要来相信的，伊是对内在要来改变的，是正做一个心思意念会当改变的新的人。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的批信中间，伊定定咧强调一件代志：基督徒应该爱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态度，甲别人爱有无共款的生命价值观，啊无信甲无信，其实是无差别。所以，对内心的更新，才是真实的基督徒。伫先知耶利米伫迄个时代。伊咧指责遐犹太人，表面上受割礼，但是因的内心无受割礼。对咱的内心接受即个割礼，甲外表的割礼是无共款的。所以保罗咧强调，新的时代要来临，上帝要竞选伊的子民，其实毋是看外口，是看咱的内心。新的记号毋是外在的割礼，是对内在。所以咱对新约内面会当看到有一个观点，讲上帝用伊的灵伫咱的身躯顶做了记号。所以保罗讲，若要强调这外表的记号，其实伊的身份比别人、比所有犹太人有真侪会当提出来甲人讲的。
伊照着摩西的律法出世的第8天，伊就接受割礼。伊属伫便雅悯支派的后代，是属伫法利赛人的即个系统。伊的所受的教育养成，拢真严格。但是若是安尼，保罗敢真正伫还未认捌耶稣基督之前，伊就真正会当受到即个上帝的恩典，互伊吗？我想，当咱倚靠耶稣基督，咱毋是倚靠外在的任何人、身份、地位，也是物件的时阵，咱就会当明白，咱要安怎来倚靠上帝。咱看保罗。伊还未真正认捌耶稣基督进前，伊认为迄个对伊有好处的代志，就是遵守摩西的律法。若违反的，就要用真严格的即个律例条例来甲伊处罚。保罗迄阵安尼想，伊是想要得到上帝的即个懊恼。保罗伫迄个时刻还未认捌主耶稣进前。咱会当讲，伊真忠心，伊真遵守规定，但是伊无看到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当上帝要使用保罗的时阵，互伊伫大马色的路上甲伊相拄，伫迄个时刻，互保罗的性命开始转变，开阔伊的眼界。和保罗开始真正传扬上帝的听，甲耶稣基督的救赎。各位兄弟姊妹，咱若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保罗伫迄个时刻，军队耶稣行往传福音的道路的时阵，伊有的遐身份地位，一时啊就拢无去啊，看起来敢若损失真大。但是保罗敢真正有损失吗？保罗伊家己讲，伊讲，但是我过去认为有利益的，即马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甲遮拢看作是亏损失。因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讲遮看作损失。各位兄弟姊妹，7月份2礼拜前，咱教会青少年做主体办了夏令营。后个月8月份的第2礼拜，大专生为做主体，要去办理南方澳的福音队。我想对这群国中、高中大学生来讲，办理参与营会，敢是损失吗？主要的遮个核心的同工，因对今年初就开始备办筹备，佮着甲个筹备会到营会进前的训练。我想因将家己的时间摕出来，因上帝互因的恩赐，一步一步将这个营会建立起来。参与营会遮个咱讲的对付。因嘛愿意将这个时间、精神放伫营会的中间。那呢，因是毋是损失了？损失了，因伫暑假的中间，伊会当出去佚佗，会当出去做家己的代志吗？我想夏令营福音队因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上帝的听、耶稣基督的救赎、信心的同在。要传互遮来参与营会的儿童，同时嘛是要互所有营会的同工，伊会当真实经历甲主同行的平安甲喜乐。虽然今年的夏令营拄着风台，但是伫过程中间，牧师伫边仔看，确实看到因真实倚靠上帝，真实互耶稣基督来带因。真实将因的大求通过信心达到上帝面前。当这群囡仔、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因愿意将这段时间摕出来，
我想这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因将这个生命中上重要的代志，因去做啊。表面上看起来敢若损失真多，但是因真正伫生命中，甲耶稣基督相结的。所以咱若有厝的有囡仔参与伫夏令营，也是伫8月份又去参与伫福音队，你会当伫这营会过了后，你会使问因，通过即届的夏令营，通过即届福音队，你甲上帝关系，你感觉是如何呢？我想这个青少年会互咱想袂到的答案，因为因亲身甲主耶稣相结的人。所以当保罗咧讲，为着耶稣基督，我损失一切，看做本色，是要得到基督。保罗讲，伊是一位法利赛人，伫犹太人的社会中间，迄个地位是真悬的。当伊拄到耶稣了后，伊完全改变，因为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每一项可以当夸口的，拢变做会当放杀、单调的物仔。因为耶稣已经成做伊生命的主宰，是伊生命中上宝贵的。所以保罗伫写予腓立比教会迄个时刻，保罗的心中敢若有一件代志，就是要得到基督，互伊生命中上关心的即个焦点，放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德国的神学家保罗·田利克有一本册叫做《信仰的能力》，伊中间提到一个观念，咱会当想一下。田利克伊问讲：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仰？伊讲，这个信仰就是咱生命中迄个上最终极的关怀。那呢，一个人的生命中，你上关心的是什么？那呢，你关心的迄个对象，就是你的信仰。有的人，伊讲伊关心的是这个金钱，伊关心的是因为股票，伊的价金铺啊，敢有增，迄个数字敢有增加。伊关心的可能是倒一个韩团偶像要来，伊关心的是我这礼拜敢有法度食到扒费。那对于田利克伊讲，这就是咱所关心的，但是这不是咱终极目标。保罗讲，伊将这一切当作粪扫，粪扫就是随时拢会当单调的物仔，放咧对人的生活环境、咱的身体健康，敢若拢无帮助。所以保罗人来讲是，伊毋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伊会当完全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所以保罗搁一届咧强调讲，耶稣基督是伊的宝贝。保罗毋望将伊生命中上大关怀的对象，放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因为耶稣基督是伊生命中上重要的宝贝。保罗伫早前还未倚靠耶稣的时阵，伊遵守伊家己认为的上帝的意，伊忽略上帝本质以及创造的目的。但是当伊跟对耶稣基督了后，伊知影家己过去所认为上帝律法中间的意，甲即马伊跟对耶稣了后是无共款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伊得到真正对上帝来的义。这个义不是律法所规定的，这个义是上帝所赏赐的，是用信做根据。所以保罗伫拄着耶稣进前甲后壁，伊的生命观已经有无共款的看法。这是因为过去犹太人有一个观念，
只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就会当得救。但是保罗知影，毋是安尼。伊知影得救的恩典是对上帝来，毋是对摩西的律法。所以上帝照着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拯救的恩典白白赏赐予信靠耶稣的人。保罗是毋望家己会当真正甲耶稣基督结连做伙。伊嘛深信，只有安尼，才有法度体验到过活的生命，互家己嘛会得到过活。保罗伫大马色的路顶，伊看到过活的基督，互伊原本是对禁止耶稣的军队者传扬耶稣基督福音信息的迄个主动者，转变成做一个非常热心、毋望有过活生命的人。这种的改变，就是伊甲过活的主耶稣相拄。所以保罗讲，伊要将这种真特别的这种的相拄的经验，要甲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做伙分享，要互咱知，生命的过活是真实的，嘛是会当期待的。生命的目标甲目的，就更较清楚啊！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影，咱生命应该爱有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应该拥有的是什么呢？当咱知影家己生命应该有的迄个上有价值的物件了后，我想咱拢会全力以赴，为着要得到迄个真宝贵、宝贝的物件。每一年，3C 产品不断的出新呢，每一年拢有新的商品咧上市。有的人为着要得到上新的，伊拍拼一年，欠钱落来，就是买到迄个上新的。所以保罗甲咱讲，伊为着要赢得到耶稣基督，将所有的一切拢放下啦，因为耶稣才是伊生命迄个上宝贝。不过保罗嘛有讲，伊家己也未完全，伊表示是家己要继续咧追求，努力伫信仰顶面有一个好的人脉。那安尼，咱每一个人，咱就爱更较用心伫信仰的代志顶面。特别保罗讲到即个奖赏之字，原本的意思是讲裁判了后所做出的决定，是要赏赐予迄个得到上好成绩的人的礼物。裁判判定之后，才把这个东西交给得到成绩最好的人。所以保罗讲的这个赏赐的物件，应该是咧讲生命迄个上尾终极目标。每一位运动员拢毋望会得摕到冠军。那呢，咱伫生命道路顶面，咱就更较用心，咱爱将咱的目标了解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咱人生的上尾的目标？咱就爱勇敢按照迄个所查的标去跑走。所以保罗讲，伊敢若专心一件代志，就是袂记咧背后。全力追求头前的代志，追求头前的代志，就是要得到迄个属天的新的生命。这个属天的新的生命，咱会当看到经文中间讲，咱是天顶的光明同款，咱是天顶的百姓。咱若安尼咧看，咱就知影，咱的心思意念应该放伫属天的层面。将生命的观念、价值观，毋是干那停留伫即个世界，爱放到上帝面前。所以保罗伊咧讲的是，爱将生命价值的观念放伫上帝的标准，毋是伫咱人中间的标准。保罗特别讲到，咱咧追求灵命的人。即使伫追求的过程中间有差错，
上帝有缘会指示咱，因为持续咧追求灵命成长的人，伊会知影一个人的灵命的成长上重要的基础，就是明白上帝的话语。若要明白上帝的话语，咱就要转来到圣经，才有法度明白上帝的旨意是甚物。7月份的夏令营已经结束啊，福音队已要开始啊。对这阵愿意付出的青少年来看，在因生命整个的历程的过程，福音队夏令营对因来讲是损失，还是得到这个奖赏呢？咱若用人的观点来看，人袂去做迄种互家己会损失的代志，因为人咧损失的时阵，有缘毋望家己手中也会当摕到什物，所以咱要安怎来看损失这件代志？所以有人咧讲，当咱咧做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将一切无论是得到利益，也是损失，咱拢将荣耀归乎上帝。咱甲人同工，咱就将这个功劳归乎同工。那呢，家己得到啥，咱要掠着啥，将这个喜乐留互家己。所以，咱要为着这阵教会这个真少年的遮的精兵，咱要为因祈祷，互因伫上帝的恩典中间持续因为基督的缘故，愿意付上这个真实的代价，嘛因为因的付出，互人去看到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拢应该要有一个真明确的使命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永活的使命。要得到这个永活的使命，就需要咱每一个人用所有的气力、咱生命的力量，向着这个目标来进前。所以保罗伊讲，伊毋是已经成功得到这个奖品啊，伊要继续努力，向着这个目标来跑走。保罗写这张批信的时阵，伊人伫监狱的内面，伊嘛知影伊家己所剩的日子无多啊。所以咱看到保罗伊持续无停止，伊伫信仰顶面尽心尽力咧追求。伊嘛真清楚家己的目标是甚物，就是属天的新的使命。生命上尾的目标，毋是用咱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身份地位、钱财。生命真正价值是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是要对耶稣基督遐得到白白的恩典。上帝来的白白恩典，毋是这个世界迄种看会到迄种阳光。上帝白白的恩典，是咱爱付出代价，或者的白白的恩典入解到咱的内底，互外在遮的一切无好的，上帝所看做厌恶的，拢放散，用咱规个气力，咱去找。所以咱应该，互咱真做是上帝囝儿，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咱用这个身份，咱会感觉真光荣。因为咱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天顶的百姓，是一个真悬的荣耀。咱应该真欢喜，咱讲要兴奋，咱有这种的身份。所以当长老教会的开创者加里文伊讲，教会是奠基伫圣经上帝话的顶面，所以咱爱真介意来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改变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互咱的生命充满了活力。所以，当咱用上帝的话真做基础建立起来信仰团体的时阵，咱就要有一款的认知，就是伫咱教会内面，因为有上帝的话，
会当发出生命的这个光，因为这个生命的光，互咱的生命有这个荣耀伫咧。所以，那安尼来看，咱敢有信心吗？今仔日牧师游玩有几个题目，互咱来思考。第一个是，我的生命的至宝贝是甚物？那呢，我将这个宝贝放伫什么款的位置？另外一个是我的生命的价值是甚物？我迄个上尾的目标到底伫倒位咧？愿咱会当伫这思考内面，帮助咱伫信仰顶面来成长，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伫阮中间，互阮知影伫这个世界一切，拢是你所赏赐互阮的。总是阮要超找的是迄个永活的生命。当阮超找着主耶稣基督的时，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掠你诚做至宝，互阮的一生按照这个永活的生命来跑走。愿主赐福伫阮中间。当阮的跑走的路程，阮拄着窒碍，互阮会当坚持来继续跑走。当阮拄着顺境，阮要献上阮的恶乐。愿主你互阮的身份是上帝你的囝儿，我会当来向人夸口阮的身份，然后来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愿将阮家己献上，愿主你来使用。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刻因为8月份，咱的迄个少年团契甲玛纳团契，因拢有选出会长，所以这个时刻要来举行会长甲2个团契辅导，因要来就任，所以咱请少年团契的会长陈可轩、玛纳团契会长黄慧谦、少年团契辅导张信群。以及玛纳团契辅导柯玉佳，恁来到台前。好，这时咱要来举行教会的团契会长以及辅导的就任。这时我要问恁，恁敢有接受少年团契会长陈可轩？你敢有要接受少年团契会长的责任？黄慧谦，你要接受玛纳团契会长的责任？以及张信群，你要接受少年团契辅导的责任？以及柯玉佳，你有要接受玛纳团契辅导的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召命也无？恁若要接受这个职，恁就要倚靠教会头主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责任。恁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时我要来宣告，请会众起立。这时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的官兵，设立恁正做本会少年团契的会长、少年团契的辅导、玛纳团契的会长、玛纳团契辅导，恁着尽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关心这项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好，这个时刻有证书要颁予恁，来总管。接下来了。来，
我忘了握手。咱咧常常为因祈祷，互因伫青少年遮的事工顶面，互所有来教会青少年，互因拢有得到帮助吼。所以上时咱厝内底若有青少年，嘛会当找因吼。咱厝内底有国中、高中生的，请下手。国高中生的，好，来手放下哈，请找少年团契。好啊，大学以上的有没有？有哈啊，请找玛纳团契哈，互因会当愿恁的囝儿孙会当伫即个团契中间过一个真好的信仰的生活。咱个拍一波啊，来鼓励因，好，谢谢。好，这时咱阁来吟一首诗歌《神圣诗》第623首，透甲天堂永活所在。透甲天堂永活所在，这门这路下下必爱，门内路上无真济人，爱伫艰难少行到通。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天堂永活所在，这门这路的悲哀，问人路上无真济人，爱你艰难少行到头，爱到天堂小约着你，搁着金心水。到彼，各项所做拢照法度，有所期间无伫错误，无伫贪财求阮无记，无伫害人你的家己，这甘通讲白惨话。是大无多细细，骄傲的心着变咸甜，着听别人亲像家己，着来互使真我上帝，着搁耶稣陪是你家。请坐，咱即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那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这是来报告的报告大声，咱来念今仔日的经句2摆，请。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抵着基督。腓立比书3章8节。毋那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是爱抵着基督。腓立比书3章8节。咱来看第3面的圣感，后礼拜圣感文单，第一礼拜领唱是敬拜团，属类是真人教执事，属琴是洛丽丽姐妹，献诗是少年团契，属献是施新宇甲郭金敦执事，交代是谢勇执事甲林春豪长老，音控是陈佑珍甲周宏邦弟兄。后礼拜即属是施新宇执事。咱后礼拜的华语礼拜是甲第一礼拜做伙是父亲节的联合礼拜。咱来看拜3的查经祈祷会，书会是潘秀丽执事，助理是柯先凯牧师。要查过的圣经则是《列王记上卷》第15章。后礼拜第一礼拜要请柯元成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上帝求祝福，上帝求祝福。经文甲迄个圣歌圣诗，请咱伫厝内来做准备。好，咱来看第6面的消息的报告。团契的会长甲辅导的就任，咱已经举行会长甲辅导的就任式，求主祝福因会当龙神一人。第二，联合礼拜，咱伫后礼拜是父亲节的联合礼拜，迄天嘛是咱的少年的主日吼。第三，少年团契的生活营，要伫明仔载27号到29号，因要前往宜兰来举办生活营。请兄姐为因的出入平安来代祷，人命的成长来做有好的学习。第四，专题的演讲，生命最后一段路其实可以有选择。咱本定的时间是后礼拜的下晡1点到4点吼。即摆有做一寡修正吼，咱要伫12点就开始，咱要伫后礼拜12点就开始到3点，替前1点钟来举办吼，请咱大家来注意。迄个地点是伫咱的2楼礼拜堂吼，咱因为为着要准备爱宴吼，咱妇女团契有为咱准备爱宴，所以咱需要伫1楼来填写报名表来统计人数。咱到今仔日截止吼，请咱注意一下。好，第5点是8月16第一礼拜的献诗，咱即马有开放，请伊会当用家族来做单位，也是幼稚来组团来献诗吼。会当场1、6张了来记接。第6，安孝主怀张国成弟兄，就是咱淑芳姐兄哥哥，伊伫7月15日蒙主温调吼，请为着伊作来代祷，也求主安慰来扶持。咱伫7月30拜四下晡1点，伫台北市的怀爱馆的进行厅至孝一厅，进行路至孝一厅要举行立念甲火化的礼拜。伫后礼拜69点半要伫教会举行告别礼拜，礼拜结束了要前往平安园要举行安放礼拜。请咱注意一下，家属有安排要去平安园的交通车吼，咱若要参加的，咱等下会当伫1楼柜台来做登记。好，第7就是咱的经商会牧师馆的基金，甲30年建牧收设备大修的基金的收支，咱牵伫咱的第9面，请咱大家来看。好，后壁咱先看8月份的生日的兄弟姊妹吼，名单伫咱的周报的内面吼。咱先为着8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咱为唱生日快乐歌，以及为因祝福。8月份的生日的兄弟姊妹，请起立。张恩林长老，这边嘛有，咱唱2摆。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较紧一点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咱来为因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甲8月份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愿主你赐福伫因的身躯顶，帮助因每一天拢领受对你下来的平安甲喜乐，互因每一天拢行伫主为因备办的道路顶面，互因一生袂偏离。愿主赐福看顾伊过去的稳定疼痛，即时恳求你加倍赏赐伫因的身躯。互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拢会当甲主同行。愿将因搁一届献上感谢，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好，即时呢，咱要感谢礼和团队吼，请伊来台前，团队长嘛来台前，向大家。3年前的8月初1是团队来赴任，所以伊甲今年甲即礼拜了7月31，伊到伫咱教会服侍到7月31，伊煞只要去到高雄的林园教会吼。我早起咧问团队讲林园台语要安怎念吼？来，拄则有人讲正确的。南园，好，这是林园依在地名，南园正确的好，伊要去到南园去就任，要伫遐奉立做牧师所以咱真感谢伊伫过去这3年来，我想伊无论伫咱社区、伫咱青少年，也是伫咱整个的教会所有活动，伊拢参与伫这中间我想足侪人就毋甘伊离开啦总是因为父母伊拢伫南部，因的生活过去拢嘛拢伫南部，所以我来讲，今仔早起伊搁带喙暗你知为虾米？还搁咧过敏，来遮3年还搁咧过敏所以咱要祝福因要祝福因互因伫未来伫牧会路程顶面，伊搁足少年的，伊牧会时间搁足久的所以呢，咱会祝福伊，互伊伫未来牧会道路顶面，拢有上帝亲身的引带，互因伫未来嘛伫南园教会、帮助遐的教会、兴旺教室，嘛互伊遐甲所有的会友有好佮亲密的关系。伊个好佮亲密的关系爱比咱较好，对。对好，好，所以即时咧要代表教会教会实在是阮咧讨论，毋知要送因啥物啦所以送啥上好？现金上好啦，对。即时咧代表教会来赠送伊来，这包较大包啦团队长嘛有啦团队长其实嘛伫咱的少年团契，以及咱的司琴、主礼盒内底拢有服侍所以教会嘛有一个较细包一点你等于再为伊包摕过来好来。过来呢，我要请伊两个发表离任感言。这我无甲讲，看他自己来。阿灿嘛，我知道我应该会哭得乱七八糟，所以我有写稿啦。怎么还有音乐嘞？我觉得我看着念，我比较不会想哭。你要先讲哦，好，那你先讲。拍谁？
少机会会使徛伫遮甲大家讲话，毋过我想我先讲好啊，我较含慢讲话。首先我想要感谢文山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是互阮一来到台北就有足侪疼的所在。这个疼的家庭的感受，我足确定是上帝互文山教会一个足大的恩赐。文山教会是一间会使接纳足侪无共的人的大家庭，是一个真正足温暖的大家庭。也因为安尼，互阮两个足有机会伫即个大家庭中间学习、成长，互恁来听。总是阮是第一届用传道甲传道娘的身份伫遮咧服侍。总是阮真侪时阵，拢会感觉家己做无介好。毋过也是因为恁文山教会即个大家庭的包容甲鼓励，互阮渐渐找到信心，会使继续勇敢伫行即条真正无简单的道路。伫我豆豆啊，熟悉大家，记伫大家的名，到即马记伫差不多啊，毋过要到要离开啊，要去后一间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名。毋过，我嘛家己事情的好势，歹势我台语较袂认同。啊嘛家己少年陪伴，少年团契陪伴，嘛家己敬拜团，嘛家己主理夏令营，阁有甲我真侪差不多年岁的同工，做伙参加福音队，做伙参加生活营，做伙参加足侪活动。阁有上重要的师母带的姐妹小组，伫即规个过程的中间，我拢感受到足侪疼，足侪祝福。虽然即届分开真正咱足毋甘的，但是阮知影，伫基督耶稣的厝内底，伫即个大家庭内底，咱永远拢毋是分开的。最后，阮真正足感谢每一个兄弟姊妹，多谢。那个直播可以打马赛克吗？你是不是有抄我的稿啊？我要真多谢各位文山的家人们。我上感谢的就是你甲阮两个当作家己的亲人同款，也因为安尼才会遮尔唔甘。我实在要讲，就是这个疼甲温暖，真正就是文山教会的文化，是上帝所赏赐予咱文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实在毋望伫咧未来每一天，当恁面对着上帝带入来教会的每一个人，恁拢会当用疼阮的迄个疼来接待每一个来到教会内底的人，因为我相信因安尼，因就会当体会到上帝真实的疼，嘛互因知影讲，这就是属灵的亲人的关系。搁一摆，请恁原谅我要回去南部的决定，也继续请恁为阮来代祷。无说你找一个上大间的教会，我嘛是小可紧张。愿主互阮继续去到别位传扬耶稣基督的疼，互人的性命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疼甲稳定。多谢科牧师甲牧师娘三档的照顾包容。其实科牧师为着我付出足侪，虽然我这3档以来无听过几届伊甲我学了，总是咱拢知吼，因为伊无亲像我安尼出一支喙啦，伊拢用伊的行动，也是主本来表达伊对我的疼，所以我真正感受到伊甲牧师娘亲像一个温暖的大姐姐，安尼疼我、关心我甲伊人。
嘛要多谢所有的小会员，是恁互我明白啥物叫做好的同工的关系，因为恁的包容接纳，互我伫一个安全、和谐、正确的所在，会当学习要怎样成做一个牧者。多谢所有技术同工，恁的付出，同工的是互相的帮忙甲鼓励，对我来讲，拢是真重要的快乐。实在真多谢所有在座的兄弟姊妹。我看到恁就想要哭，就是因为我就唔甘的。我感觉恁的笑容、恁的鼓励、陪伴、奉献、付出的一切，拢真做我大大的快乐。支持阮两个继续坚持服侍上帝，坚持活出耶稣基督的听。最后，我要感谢阿爸爸上帝，伊知影吼我最无靠野，所以将我放伫即个充满疼痛、甲包容的教会内底学习，要怎样成做一个牧者，互我成做陪伴恁行信仰道路的同伴。虽然煞来我无法度每一日甲恁做伙，我无法度陪伴恁行过侪的关山甲旷野，总是请恁当恁孤单、失去快乐的时阵，恁一定爱记得。我甲伊人会伫每一日拢为恁献上阮的祈祷甲祝福。真正希望恁会当好好照顾家己，爱掠着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因为迄是一切生命甲疼的源头。然后咱就爱好好去听，去传扬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听。愿上帝继续使用咱每一个人，成做这个世界的祝福，成做这个世界的光。多谢大家。你第二场搁爱搁一届哦。伊拄仔讲无说你找一间小大间的教会吼，我替伊解说啦吼。迄间教会建堂了无偌久，内底会使坐500个人，吼，所以伊的目标吼，看有法度，嘿吼。我过来无要讲恁知影意思啦吼。咱爱为伊祈祷，互伊伫南园迄个地区做真好的工，互南园教会成做当地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听吼。妇女团契有要送物件，咱请妇女团契先，我是代表吼少年团契甲妇女团契两个团契吼会听。阮因为年纪较大吼，阮今仔日无一个人会记咧包红包。我会提醒吼，等伊项目的时吼，大家要去付伊红包，会记咧包红包哦吼。好，来，我们今天阮两个团契，佮包括有真侪会友呐，会有签名的吼，拢伫遮。你是最棒的，不是你是最胖的哦，你是最棒的传道，还有师母，好。好，这是牧师要邀请咱众人为因来做祈祷，祝福因伫未来路顶一切拢有上帝恩典疼痛。咱当心为着因来祈祷，手牵起来。来，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我真感谢你。伫3年前，你差派李浩传道师甲义林传道娘来到阮中间。伫过去这3年中间，因伫文山教会做真好的工。因所做工是咧见证上帝你的听，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这恩典，互每一个甲伊接触的人，拢得到满满的温暖。愿主你继续赐福伊，互伊去到高远、南园的教会的时阵，因所做工有主你的同在，保守因每一工拢有上帝所赏赐的喜乐，互因伫喜乐中间完成上帝对因的呼召。互因的调命伫南园这个地区，真做正人的祝福。愿主亲身看顾，引带因头前的路站，互因日日拢来甲主同行，同心祈祷，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个拍拍啊，感鼓励。较听啊礼拜线吼，咱会当甲团队翕一张团体照啦吼，所以较听啊订阅了莫急着走哦，吼，要想要翕相爱留落来哦。好，以上。好，请问今仔有新的朋友？大家平安啊！咱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吼，就是熊碧芳姐妹，伊是张金妹姐妹的女儿，欢迎。谢谢，请坐，欢迎你常来。好，咱这是来行平安的，咱改做平安抱抱礼好了，好吧？好，来。咱由原徛伫来吟祝福诗歌新圣诗第387首，吟诗煞要请课务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请坐，麦倒。好，我们要来照相，来来，迄上请两边的为中啊夹坐落，啊，圣歌队落来坐这边好啊，好不好？来，往中间靠，我们要照相，跟传道还有传道娘来照相。传道娘，请到前面来。